大家好啊，又係我三哥。我今日咧特登咧製作呢一段短片咧，就我嚟介紹俾所有用三星 Galaxy 手機系列嘅用戶嘅。咁如果啲老友記咧，佢係用三星 Galaxy 手機系列咧，無論你係 S 系列啦，或者係 A 系列都好咧。咁而家三星最近呢兩三年出咗嗰個 One UI 嗰個 Android 嘅用戶界面嘅軟件之後咧，其實咧佢就可以咧有一個叫做備份手機嘅功能咧，可以將你個整個手機嘅所有軟件同埋系統嘅設定咧，將佢咧 back up 晒，係一個 USB 外置嘅 USB 手指入邊嘅。咁今日咧，我為大家介紹咧點樣去做呢一件事啦。咁如果大家啲老友記唔識用雲端去備份你個三星手機嘅話咧，同埋亦都個手續係非常複雜嘅，咁所以我今日就介紹大家點樣可以簡單咁利用一啲外置嘅 USB 手指啦，就可以備份晒你成部手機啦。咁日後咧，你換手機又好，或者你部手機有咩問題要重新再裝過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透過個備份咧，就可以完整地去回復你部三星嘅手機啦。咁首先大家睇下先啦。如果譬如你打開你個手機嘅時候，你喺設定入邊你撳關於手機，首先你知道自己嗰個手機係屬於咩型號啦。咁另外你係行緊一咩嘅軟件啊？喺關於手機入邊有個軟件資訊咧，你就可以睇到你嘅軟件，你嘅 Android 係個版本係幾多啦，同埋佢用緊邊一個 One UI 啦。咁譬如大家見到我呢部三星嘅 A17 5G 手機咧，我最近先至買嘅啫。咁咧其實佢係用緊One UI 7.0嘅。咁如果大家要去完整，當你裝完晒所有嘅軟件之後啦，用過之後，你要最好習慣咧，要做起碼要做一次備份啦。咁喺設定入邊咧，其實你就可以揾到備份啊，帳戶與備份呢一度，帳戶與備份呢一度。咁咧，你撳落去帳戶與備份咧，你就會見到咧，其中有一個咧就叫外置存儲裝置嘅傳輸。咁你其實譬如話去啲電腦中心咧，就買一支 USB Type C 嘅外置存儲裝置，咁我哋俗稱叫 USB 手指啦。咁買翻嚟之後咧，咁你買個容量咧，最好咧就係大過或者等於你本身部手機嗰個總容量啦。譬如我呢部手機咧，佢係128G 嘅，咁我就買咗一支128G 嘅 USB 手指啦嚇。咁大約咧都係大約80零蚊啦。80蚊到啦。咁買咗翻嚟之後咧，其實已經可以用噶啦。咁你咧小心咁樣插喺呢一個三星手機嘅下端咧，其實佢就會彈出一啲可能有一啲軟件要你去連接啦。咁但係你可以唔使理佢，咁就走得噶，跳過就得噶啦。啊，唔使理佢噶。咁你就要用翻你嗰個三星嗰個 backup 嗰個。咁你撳翻落去呢一個外置傳輸裝置嘅時候傳輸咧，咁其實咧，佢就會顯示出你嗰個外置裝置入邊咧係個容量幾多啦。咁呢度嚟講，因為我曾經已經用過呢個外置 USB 手指嚟去 backup 我啲三星 Galaxy 嘅手機或者係平板電腦嘅，咁所以大家會見到咧，佢對上一次咧係幾時做過 backup 嘅。咁大家就唔好揀呢個啦。呢個如果你揀落去咧，其實就代表要還原部手機啊。咁而家我哋咪還原，我哋要係備份部手機，咁我哋就撳落去 USB 存儲裝置。咁個軟件咧，個備份軟件咧就會搜尋下你成部機入邊裝咗幾多內容啦，同埋一啲系統嘅設定啦。佢會問你咧，你究竟係想將全部嘅內容去備份咧，抑或淨係備份啲譬如話好似聯絡人啊、信息啊同埋通話嘅資料啦。咁你可以自己自定嘅。不過我建議咧，如果作為一個三星 Galaxy 手機嘅用戶，你第一次去做呢一個備份嘅時候咧，就有理冇理都要揀咗一個全部內容啦。揀咗全部內容之後咧，大家要注意咧，唯一一樣嘢佢唔會 backup 咧，就係你個 WhatsApp 入邊啲信息。咁 WhatsApp 入邊啲信息咧，其實咧你可以透過 WhatsApp 入邊有個對話備份咧，將佢備份咗去你個 Google account 入邊戶口個雲端嗰度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你回復完部手機之後咧，你就可以裝翻個 WhatsApp，然後喺翻同一個 Google 嘅戶口入邊咧，你就可以回復翻你 WhatsApp 嘅信息嘅嚇。好啦，咁咧。佢呢度要求你係試唔試用三星嗰個戶口登入，咁其實咧我就唔建議大家用三星賬戶啦。
咁咧你就只要略過嘅話咧，咁佢就會自動開始備份。咁因為備份個需時啊，咁所以佢呢度都建議你咧，你要保持個熒幕開啟呢度咧，大家要點着佢。咁大家而家其實見到咧，佢就會開始做備份㗎啦嚇。咁大約佢呢度估計咧係要53分鐘啦嚇。咁其實睇下係咪真係需要咁耐啦。咁大家都見到啦，其實 backup 呢部手機嘅時間咧，每一部手機都唔同嘅，好視乎咧你部手機咧安裝咗幾多軟件啦，同埋你自己手機嘅容量入邊有幾多係已經用咗，譬如喺影相啊或者係拍片嗰度啦。咁所以如果你嘅手機嘅容量用得越多咧，你備份成部手機備份嘅時間需時咧就會更加長啦。好似現在咁咧，而家譬如我哋做咗55.2%咧，都係大約咧係已經用咗超過成15分鐘㗎啦。咁所以頭先佢話大約需要45分鐘，其實可能都係差唔多啦，不過就冇佢講得咁誇張啦。大家見到佢嚟到呢度咧，就開始 backup 完啲手機嘅程式之後咧，佢就 backup 你手機儲存咗佢所有嗰啲圖片啊同埋影片㗎啦。咁所以如果你個圖片影片係佔個手機嘅容量越多嘅話咧，個需時咧亦都係會越長嘅，大家要注意啦。好啦，等都係大約差唔多30分鐘咧，個 backup 大家見到咧就嚟差唔多做完啦。咁大家都唔好咁心急話，一定要等佢咧個手機咧正確做晒100%嘅備份，然之後佢將個備份完完整整咁將佢寫咗落嗰支外置嘅 USB 裝置嗰度咧，大家咧先好咧。一陣間咧，我會教大家點樣利用嗰個檔案管理咧去卸載翻隻外置嘅裝置，咁先至會完整地做完晒成個 backup 啦。咁你完成咗之後咧，其實佢會顯示翻佢 backup 咗啲乜嘢嘢，咁然之後咧就按下一頁啦，咁就會完成㗎啦。咁完成咗之後，大家就可以離開嗰個手機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你可以咧透過一個手機嘅存儲裝置入邊咧，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就揀你嗰個 USB 手指，然之後咧你點右上角3點咧，就會有個卸載嘅。咁你正確咁卸載咗隻外置嘅 USB 手指，見到佢有個信息話可以安全咁將佢移除嘅話咧，你先至好移除嗰隻 USB 手指啦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就正正式式做完晒成部手機一個完整嘅備份啦。咁就算你日後你部手機有啲咩事啊，或者你再換一個另外一部更加高階啲嘅三星 Galaxy 嘅手機嘅時候咧，你只要用翻佢呢個備份嘅軟件咧，你就可以做翻個復原，就唔使完全裝翻晒所有嘅軟件，同埋你嗰啲相片啊、圖片咧都會喺翻晒度啦。咁除咗 WhatsApp 咧，你要重新裝個 WhatsApp，然之後喺呢個雲端入邊咧下載翻你嗰啲 WhatsApp 嘅信息，咁就得啦。咁我今日呢一個介紹咧嚟到呢度為止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